認可自己100日挑戰第72日。好認我自己，我有個媽咪陪我啦。因為我要認可我自己係一個好開心嘅媽媽。我認我自己又係一個好開心嘅老師。我認可自己係一個好幸福嘅老婆。我認我自己係好開心嘅小朋友。我認可我自己好搞笑，我好認可我自己係一個好當下、好實在嘅老師。我好認可我自己係一個好幸福、好有幸福感嘅朋友。好認可我自己係一個終身嘅學生。認可自己，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真實。如果中意就like、share 同留言啦。喂。